最近有冇發現自己行路耐少少，或者落樓梯嗰陣，膝頭開始隱隱作痛啊？好多香港長者都會諗，年紀大咗，膝頭痛都好正常啦，其實又唔一定完全係咁。有人只係關節慢慢老化，喐起上嚟冇以前咁爽，但亦有啲痛，可能係身體同你打緊招呼，提醒你要留意。尤其退休之後，去街市買餸、晨運、去公園散步，或者搭巴士、地鐵上落樓梯，膝頭都可能越來越覺得唔夠靈活。今集我哋就輕輕鬆鬆傾下60歲之後膝頭痛，到底邊啲算係正常退化，邊啲就要多留神，甚至考慮揾醫生睇一睇。其實好多長者都會忽略，膝頭每日都默默承受住成個身體嘅重量。尤其香港人平時行得多，樓梯又多，屋邨上上落落，車路來來回回，膝關節真係好少得閒。再加上有啲人退休之後活動少咗，肌肉慢慢流失，膝頭周圍冇以前咁有力，自然就容易覺得唔妥。有時喺茶餐廳食完飯，坐低太耐，起身嗰一刻覺得膝頭硬硬地，又或者搭地鐵企耐咗，一喐就有啲唔順。好多時大家會諗，忍一忍就過去，唔使理啦。不過如果長期咁樣唔處理，日常行路、買餸、出街，慢慢都會受影響。其實又唔使一見膝頭痛就自己嚇自己，因為唔係所有痛都代表大問題，有時只係短暫勞損、坐姿唔平均，或者天氣潮濕，關節一時唔舒服啫。最緊要係學識分辨身體俾你嘅信號，知道邊啲變化要留意，邊啲情況就應該揾醫生睇睇。好多長者都試過，朝早一瞓醒起身，膝頭會覺得特別硬，行頭幾步好似唔太順，甚至要慢慢暖開先好少少。尤其係落床去洗手間，或者準備去晨運嗰陣，嗰種卡住嘅感覺會更加明顯。其實呢類情況好多時同關節慢慢退化有關，未必一嚟就係大問題，但如果越嚟越密，或者開始影響你行路速度、上落樓梯嘅節奏，就真係要留意下。有啲伯伯、婆婆會覺得，既然一喐又鬆返，不如少行啲，唔好喐咁多，驚越行越痛。點知咁樣反而唔係好事，因為活動少咗，膝頭周圍嘅肌肉會慢慢弱，關節就更加冇支撐，負擔反而會重咗。好多時，適量散步、簡單拉筋，或者喺屋企附近公園慢慢行一陣，對部分長者反而有幫助。不過，如果你發現休息完都仲係痛，甚至開始腫腫地，繃緊得好明顯，就唔好只係靠貼藥布或者捽一捽就算，最好揾醫生睇清楚，了解下係咪需要進一步檢查。第二個要留意嘅情況，就係上落樓梯特別辛苦。好多香港長者住屋邨或者舊樓，日日都要行樓梯，行上行落本身已經唔容易，有啲人會慢慢發現，最辛苦唔係平路，而係落樓梯嗰陣，膝頭會特別痛，甚至覺得軟一軟，好似冇咁穩。其實呢種情況唔少見，只係好多人唔太會同屋企人講，自己忍住算。落樓梯時，膝關節承受嘅壓力通常會比行平路大好多，如果關節軟骨有磨損，痛楚就會更加明顯。有啲長者仲會聽到膝頭咔咔聲，雖然未必一定代表大問題，但如果幾個月都持續，或者開始影響平衡，行路要特別慢、特別小心，就唔好當冇事。尤其係如果最近開始成日差啲跌倒，或者要扶住欄杆先敢落樓梯，呢啲都值得留意。咁嘅時候，最好同家人講一聲，考慮去社區診所或者見骨科醫生檢查下，了解清楚膝關節而家係咩情況。有時膝頭唔係只係痛，仲會腫起、熱辣辣，摸落去仲覺得脹脹地，呢種情況就要特別留心。好多長者可能會話，可能今日行得多，去完街市買完餸返到屋企，膝頭腫少少都唔奇怪，
休息幾日應該會落返。但如果呢種腫脹反反复复出現，甚至隔一陣又再嚟，就未必只係普通攰或者行多咗咁簡單。尤其本身有痛風、糖尿病或者體重比較重嘅朋友，關節承受嘅壓力會更大，膝頭就更容易出現不適。另外，有啲人退休之後成日坐低睇電視、打麻雀，坐好耐都唔喐一喐，膝頭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，關節周圍循環都可能冇咁好。久而久之，腫脹同唔舒服就可能越嚟越明顯。唔少人見到膝頭腫，就習慣搽下藥膏、貼下膠布，自己頂住先。但如果同時仲有發熱、明顯痛，甚至夜晚痛到瞓唔着，就唔好再拖。呢啲情況最好同醫生講清楚，等醫生睇下實際原因，咁先至安心。好多香港長者都有一個好常見嘅想法，就係忍得就唔使睇醫生。以前辛苦工作慣咗，成日覺得痛少少，頂一頂就算，唔想麻煩人。但如果膝頭痛到開始唔想出街，少咗去晨運，少咗同朋友見面，慢慢咁，生活就會受影響。原本落街買餸、去街市、去公園行兩圈，都變成要諗好耐先出去，咁就好容易越喐越少。有人更加因為驚跌親，索性成日留喺屋企，時間耐咗，心情都會冇咁好，成個人都冇晒精神。其實睇醫生唔一定代表好嚴重，更唔一定一去就要做手術。好多時醫生只係想幫你了解下關節而家係咩情況，睇下係退化、勞損定係姿勢問題，再俾你一啲較合適嘅建議，例如點樣喐得安全啲，做咩簡單運動，需唔需要物理治療，或者點樣調整日常習慣。越早知道原因，通常越容易保持活動能力。退休後想行街、睇孫、去茶餐廳飲杯茶，都可以輕鬆啲。若果痛楚持續唔退，或者已經影響到日常生活，咁就真係值得同醫生傾一傾。日常生活入面，其實有啲小習慣真係好值得留意，好似體重慢慢增加，成日着啲底太薄嘅鞋，或者一下子做太劇烈嘅運動，都可能令膝頭負擔重咗。好多長者退休之後，食外賣多咗，加工食品多咗，活動量又少，身體容易有啲發炎反應，對關節未必咁理想。相反，如果平時保持適量行路，做下簡單伸展，再配合均衡飲食，例如蒸魚、豆腐、青菜、清淡煲湯，對膝頭往往會舒服啲。最緊要係唔好一下子喐得太急，慢慢來，身體通常會比較受落。子女如果見到爸爸媽媽最近行路慢咗，成日扶住欄杆，或者唔太願意落街，都可以主動關心下，陪佢哋去做個檢查，了解清楚會安心好多。60歲後行路膝頭痛，未必一定係大問題，但都唔好長期當冇事。好多時我哋以為只係年紀大咗，其實個身體可能係提醒你，關節要開始多啲留意。最近如果你發覺自己行路越來越辛苦，上落樓梯特別痛，或者膝頭成日腫脹、硬棒棒，連去街市、落樓、去公園行兩圈都覺得唔舒服，咁就值得同醫生傾一傾，了解下真正原因。唔使過分擔心，但亦唔好拖。早啲留意，慢慢調整生活習慣，對膝頭同日常活動都會好啲。希望大家退休之後，仲可以輕輕鬆鬆行街，去公園散步，同屋企人一齊享受每日生活。